欢迎收看客家名录学日。每日嘅行义新闻，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兆辉今月17号出席113学年度行义结合12年国教高等课程基础人才培育工作坊闭幕典礼，感谢所有先生同行义结合教学，推广客家教育老文化传承。顾主委未希望大家做得多多绕墙身边概念，在教育母语传承方来。未特别感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进修推广学院大能团队强下达标，将有基本业界工作坊，现场多位先生分享实际经验，从系行义教学，本学生老家长对英语产生兴趣，透过合唱团参与唱歌比赛，展现母语学习成果。透过结合卡拉 OK 嘅方式推动學生參加行義認證，同時未做得建議家庭。另外有學校結合當地文化，像係西山唱老聖誕辦節，未做得本學生親近家鄉。禮拜工作坊有11人士，51屆學校嘅教師參與，透過工作坊促進教師滿識交流，從下為客家語言文化深入分析力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人嘅報道。接下來會教大家基本業界每日嘅行義潮係人才，希望慳下多人才投入母語教育，希望慳下多人才投入母語教育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上來了。